映月，今儿叫你来这儿，不光是祭拜祖宗亡灵，我也有话要当着列祖列宗的面儿问问你。你父母过世的早，你从小就在我们张府长大，你说全府上下的人有没有把你当做一个小姐一样看待？映月自知姨母和张家待映月恩重如山。好，既然你叫我一声姨母，那我就不能对不起你早逝的母亲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自寻死路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快，母亲大人，娘娘来得正好，帮我说的话做个见证，省得以后别人以为我的心偏了意了。这么对待一个小姑娘，太不人道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袖手旁观啊！我是一纯爷们儿。母亲大人，江妹妹不管犯了什么错，也不能这样责罚她呀。我这责罚算轻的了。映月，那日在太液池娘娘落水一事，你是要负全责的。我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无意，她既为你的姐姐，你就应该时刻敬重和保全她才是。那日我也没怎么着，再说我自己也不是很在意。母亲，您就不要这样虐待江妹妹了。哎呦，江妹妹！太子殿下驾到！太子吉祥！岳母大人，江氏乃赵王的妃子，您这般责罚，恐有不妥吧？太子殿下自己也说了，这映月是赵王的王妃，您插手来管此事，恐怕也有些不太妥吧？我自幼便与映月相识，一直把她当作妹妹看待，恐怕这不能算是插手吧。本是一起长大的孩子，以兄妹相称自然是好事，可毕竟男女授受不亲，况且殿下和映月又都各自婚娶，我是怕这越是亲近的兄妹之情，越会让殿下您遭受非议啊。好在哥我是个怜香惜玉的人，这次就让我替你英雄救美吧。母亲大人，归宁呢本来是件高兴的事情，你说这江妹妹在这跪着，一直让祖先看着也不太好，祖先们都累了。母亲，这倒是。